一群可爱的人，一寡温暖的事物，组成星星知我心这出清新的连续剧。按热情的观众欢迎来陪当中，阮找出一个答案。深深的人情味，也是上届会当互大家所接受的。因此，制作单位才感觉到有做《星星知我心》续集的必要，以回报观众对阮的爱护甲支持。15岁秀秀坚持要领回伊的小弟小妹，互收养因的每一个家庭起了真大的风波。最后，秀秀悠然也是甲东东、弯弯、佩佩、彬彬带走。戏是结束啊，留落来真侪问题也未解决，这是大家共同关怀的。即马戏又搁要上演啊！5个家庭的家长热心赞助业界的提议，成立教育基金会，互因今后的生活甲教育费袂发生问题。牛阿伯，你有囝儿4岁，你检查秀秀，你当然无要紧，也毋过我比你搁较需要囡仔。周小姐，你毋通激动，人爱囡仔，就要爱甲因心理上无危害。就敢若囝儿4岁，联考考无掉，会想要去别间学校考看卖啊？你就答应伊，以免因无书通好读，混你一世人。同款的道理，秀秀因要转去家己生活，咱明明知影是因伤过少年，懵懂无知，无可能有无生的能力。假使讲咱若甲主动，有可能因伫一世人当中，拢会认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代志。好家在你遐，我遮，叶家、平家、老家，拢是因的厝，就互因出去外口磨练一下，互因试看卖啊，无爸母、无阿公阿嬷照顾的生活，到底是啥物情形？无的确安尼哦，因会更加珍惜咱对因的这份感情啊。这就是转来了后的兄弟姊妹，因爱自力更生，无爱接受长辈的金钱资源。同时分配好以后，什么人爱做什么代志，要安怎去做。这是秀秀，你是去读册，放学了后，学因老爸去卖水果，也毋过烂去的比卖掉的搁较多。东东放学了后去七八下，毋过七八下嘛是有地盘。你看，东东互拍甲安尼，伊要去甲谁讲呢？无的确，因拢知影。钱毋是遐尼好赚，弯弯也是做伊老本行，袂掌管。也毋过，敢若靠伊下课了的时间会当卖偌济钱。上届袂好的是，荒废真侪功课。彬彬也是足热的，佩佩敢会当照顾彬彬，每一工拢时常有这种冤假场面出现，上对上对咧，啥物人嘛摸袂清楚。搁安怎讲？因也阁是囡仔，领养因的爸母，并无将因放袂记住。目镜的度数是毋是增加？是毋是爱换？处处拢会当看到爸母的身影。彬彬也阁是叶家的心肝宝贝。彬彬虽然细汉，被爱享受也阁是真甜蜜的。这点按彬彬的笑容，就会当看出来。母女两个人无话讲，就亲像有这款情景，发袂出声，心肝内亲密的感觉，永远毋捌停止过。弯弯叫一声妈妈，已经真久无听到你甲伊话过啊。这是秀秀的阿嬷，阿公甲秀秀讲，阿嬷因为你去美国啊，伊甲这个家看做伊伤心的所在。妈，我唔对啊。恁敢会感觉足艰苦的？大姐，阮袂艰苦，我相信爸爸是妈妈。我
嘛才想周阿姨的。我想阿公，我想阿嬷。你实在有够无志气的，大姊为着要带咱回来，遐尔啊辛苦。东东，你莫安慰我，我会记得平暗甲你送新衫来迄天暗时，你着揽着新衫生活咧困，咧困的时阵，你阁一直咧笑。阿姊唔对啊，妈的决定才是对的。咱为什么定立家己生活，拢是因为阿姊想去闯荡。我相信阿公、阿嬷、新爸爸、新妈妈，拢会原谅咱的。伊若是生气要安怎？若是生气就袂来看咱啊。对，阿姊问恁，恁敢有愿意转去新爸爸、新妈妈因兜？愿意，愿意，愿意。日出日落，花开花谢，时间一直咧流转。这5个囡仔已经大汉啦，伊就是秀秀。阿公、阿嬷什么时阵转来？你需要阿嬷，国外阿兄因嘛需要阿嬷啊。有我这个坐伙老师陪你这个少年老师，你还阁有啥物无满意的啊？秀秀因为娘阿公的影响，大学毕业了后，就伫国中做老师。伊叫做江依平，是一间电机厂的工程师。为读大学开始，就追求秀秀，算起来已经有8年啊。伊甲秀秀讲一下哈，性情嘛正好，只可惜秀秀无要答应结婚这件代志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连东东、弯弯拢已经结婚啦。这是东东甲伊的家后钱家阳。东东大学法律系毕业，经过考试甲训练，即马伫台北地方法院工作。甲钱家阳结婚了后，甲爸爸妈妈嘛接来台北。因嘛老啊，甲美浓的山厂交予土地。因的查某囝素千早就已经嫁人啊。因用拜托眼神，逐工看着东东，敢若咧甲东东讲：后生啊，阮是安怎还阁活咧？阮是等要抱孙咧。老人的期待，东东拢无表示，这之间有讲袂完的故事。这是弯弯，这是周爱娜，已经为弯弯增加真侪白头。伊一直希望查某囝会当参像一个淑女学正统的音乐，有一天会当伫钢琴的演奏会顶头，偷偷看到观众欣赏的眼光，热烈的掌声。表演煞全体站起来对伊的鼓励，也毋过伊失望啊。弯弯悠然真爱水，伊的嘴嘛悠然真甜，也阁是家己做家己的。伊追求自我，爱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。15年啊，查某囝温暖伊的心，嘛伤透伊的心。为着满足查某囝的需要，甘愿做牛做马在趁钱。只有一项是无改变的，伊是我的查某囝，我爱伊。15年，这个惯势无改变过。每一天为了即摆父母祈求平安。佩佩是护专毕业的，伫德山卫生所做护士。唔离开这个家，唔离开父母，就是福气。老家加一个人，伊叫做老福文，是老邦文兄哥的第3个后生，农校毕业的。佩佩叫伊3兄，这应该是一个上界美满的家庭。也毋过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老家这对老翁仔某，因领养的佩佩已经21岁啊。佩佩啊，妈妈18岁吼就嫁予你爸爸呢。妈，大姊30岁啊，阁唔结婚，
大姊无结婚，我要安怎结婚呐？这是彬彬，这是伊的房间。啊，人呢，可能一楼骹啦。大人变老啊，囡仔变做大人。业界对彬彬来讲，15年的心血白费啊。高中毕业了后，无考入大学，时常伫外口咧放荡。好佳在，伫彬彬互秀秀领转去迄一年，玉玲经过人工的受孕，生了即摆后生叶家泽。可能彬彬是因为这个小弟的关系，心理上失去了平衡，认为家己的地位要夺走，引起伊伫天爱之下原本就有的反叛性。彬彬，啊，你搁要出去啊？你是搁要走去倒位？阿嬷，你莫问好无啦？你为什么要互伊钱啊？我若不爱回钱，伊会做搁较害的代志。伊即马还搁定定转来，就是因为伫我遮搁会当摕到钱。假使我若无安尼先做，我想袂出有啥物搁较好的办法。唉，这个囡仔是愈学愈害啊啦。范员，你喙内虽然安是骂伊，也毋过你比谁拢搁较爱伊。你常常用爱来弥补伊的心理，这阮拢感受会到。只有彬彬无囥伫心肝内。这是毋是叫做迷失的一代？有真济问题爱来探讨。高树下女士15年前的安排，即马起了真大的变化。如今5个兄弟姊妹，个人有无同的遭遇甲命运。茫然院，相思落叶曲一片。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相分泪泪。我用痴情绑出去。在雨中出发家己，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，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是安怎停遮尔远？餐厅门口口就会当停啊！我今日看到你妈妈。阮妈妈毋是好啊，会甲你接去哦。
是安怎？已经半个月无见到阮妈妈，有淡薄仔紧张。你家己个来紧张啊，搁逼我去见你妈妈。不管安怎，嘛是爱去见伊啊。上好是莫见啦。袂用哩，一定爱去见伊。我先去，你着爱随来哦。妈，婉婉啊，嗯，你讲你去南部演唱3天，哪一去就是半个月？我结婚啦。你讲啥？我已经去度蜜月啦。干啥？ David， 来，我甲你介绍一个。David， 这是阮妈妈。你好，妈，伊姓张，叫 David。婉婉，恁食饭未？也袂。婉婉，咱来食西餐啦。啊？毋过，哎呀，行啦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紧的啦，妈，行啦。我来去哦，拜拜。婉婉到底什么所在？我阿伯赴门，伊就予 David 救走啊。我来找。我来找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了，不如规气死死的啦！金王，天大的代志啊！这算什么社会啊？这么多人关心伊，还竟然偷偷结婚啊！连你妈妈都唔知，连我大哥阿姐嘛唔知，因阿兄阿姊小妹拢唔知啦。阿姑阿金伫咧台南，更加无可能知啦。这到底是安怎啦？这。拢怪我，是我甲伊生害去。我一直真反对唱歌做歌星啦。你知道，你知道，孩子只是一根草，有时虽然强出头，却在风雨中弯腰。妈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孩子怎么会长高？是你眼泪的灌溉，是你爱心的关照。你莫名其妙。你才莫名其妙咧！咱是新婚呢，你为什么要甲遐合唱团的人去食宵夜咧？关系啊，安尼你我当做啥？你开车啊？我替恁开车，你甲我当做恁的司机哦？嘿，我是瘾头，还是我起笑啊？你本来就是小的，去见阮妈妈，甲我拖咧，我头就走，神经有问题哦。莫来这套啦！你家己甲我讲的，你妈妈早就死啊！这个姓周的只是收养你的阿姨。伊嘛是我的妈妈。我探听过啊啦，伊过去是一个是舞厅上班的母女。我甲你警告过，任何时间拢袂当污蔑我的妈妈。你既然当面甲我讲这种话，好，你出去。
你想要安怎？册啊！什么？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婉婉，莫来这套，你家己我讲的，你妈早就死呀！这个姓周的只是收养你阿姨。伊嘛是我的妈妈。我探听过啊，伊过去是一个日母厅上班的母女。真正给我气死！伊哪会当安尼侮辱我的妈妈？婉婉，妈，你想着妈，想着这个家呀，我才想妈。妈，婉婉，婉婉，大箍阿姊一直在挂念你，你紧入去看伊。大箍阿姐，我才想你的呢，我行到倒位拢会想你哦。你都是嘴较甜啦，敢若样讲好听话。真实的啦，你看。茶米、粉，还佫有酒、土豆，拢是你上爱食的哦，我无甲你放袂记的哈。这个拢无重要，先坐落来。你竟然上重要的代志无互我知，我真无欢喜的。无啊，我啥物代志拢会甲你讲啊。啊，结婚咧？结婚？你是听谁讲的啊？我讲的，婉婉，你已经24岁啊，是安怎迄款讲白贼话的毛病，阁是改袂起来咧？你毋是甲 David 结婚啊？你阁带伊来餐厅见我，我拢甲恁大箍阿姊讲啊。妈，迄拢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啦。啥物啊？拄结婚又阁？册啊，恁两个册啊？啊，都袂好，毋知要安怎。你出去！我无想要阁看到你啊！大箍阿姐，你莫阁叫我啦！你的性地意向就是安尼啦。不过你嘛都要分清楚，讲这到底什么代志啊？婉婉啊，婚姻大事敢是会当凊彩的事？你伫外口偷偷去甲人结婚，
我甲恁妈妈拢真无欢喜，阮已经艰苦几半工啊啦。后来阮想一个理由来安慰阮家己，少年人嘛，互相意爱，无结婚是要安怎呢？去法院结婚嘛好啊，较省钱，嘛较袂麻烦。啊，我拄则在咧讲这个代志，尔你说离婚啦？啊，这到底是安怎啦？婉婉，地位住伫倒位？妈，你要创啥？我要来找伊讲个清楚。有啥物通好讲的？切就切啊！大哥阿姐，安安。婉婉，哎，伤过凊彩呀！食开的也是查某囡仔，日子较苦扛，陪伊去找到迄个David啦。顺续借这个机会哦，嘛甲迄个县长的草小囝好好讲一下，甲婉婉的这个歹性地哦，共讲个清楚啊。婉婉安尼落去是要安怎才好？婉婉，你甲大哥阿姐，拢甲代志看甲伤严重啊！婉婉，结婚确实是人生的大代志。我定定对餐厅介绍转来了后，甲恁大哥阿姐开讲。我打算在你结婚的时阵，婚礼爱足隆重的，爱办甲足请雅的。我要互亲戚朋友拢看到，婉婉交回缀我过日子。即摆已经大汉啦，我迄个穿新娘衫的查某囝，人水搁大斑，伊有真好的归宿。我会接受所有人对我的恭喜，就算讲我唔甘你离开，我嘛会含着目屎，甲你交予我的囝婿。只要伊甲我讲一声，妈，你放心，我请用你的辛苦，就算讲无白费啊。妈。我做遐尔侪年的美梦，好水啊！今仔日我听到我的查某囝偷偷啊结婚，又搁离婚，我心肝内是啥物款的滋味？妈，我甲伊袂好嘛。那安尼为啥要答应嫁予伊？既然结婚啊，就应该互相忍耐。婉婉，妈这世人上界遗憾的，就是唔捌穿过新娘衫。妈，你莫用我弥补你的遗憾，嘛莫为着满足你迄点仔成就，就感觉我离婚是罪大恶极，更加唔通希望我甲伊和好。你的查某囝无唔对，我心内上尊重的也是妈妈。David， 伊有钱、摇摆，无讲你，我拢会当忍受。啊，毋过伊看你无，侮辱你，我袂当忍受，因为你是我的妈妈。妈，婉婉。David 因兜是咧做倒一道的？一个起厝的，伊是啥物学历啊？私立大学学工程的。
厝内阁有啥物人？爸爸、妈妈，我亲像阁有一个弟弟。伊的条件算袂歹啊，圆圆。假使伊若看我袂起，你就当作无我这个老母，你也是转去David的身躯边啦。我不爱。你应该甲伊讲，恁妈妈叫顾秋霞，早就死啊！我只是你的阿姨。不爱，不爱，不爱。苦也是假。有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起立，敬礼，老师好，坐下。厝内有阿姊，还未嫁人的同学，请举手。好，手放落来。唔知是倒一位同学提出一个问题：什么系叫做老处女？有阿姊的同学，恁转去问恁阿姊，明仔载每一个人回答这位同学所提出的问题。各位同学，即马咱拍回到第18课。我这是敬卫室，这有一位刘老师的亲戚要找伊啊。我已经打电话去办公室给刘老师啊，伊随来。啊，多谢你哈。周阿姨，秀秀，我要甲你讲圆圆的代志。圆圆，伊安怎想？婉婉，哈，大看姐，你叫我哦？婉婉，12点嘛，恁妈妈伫餐厅无用沏茶，啊，恁也无爱去甲斗相共啦。阮妈叫我莫去的啦。你过来。大看姐，什么代志啊？婉婉啊，恁妈妈真疼你，你都毋捌听过恁妈妈。啊，你即马走伫厝内是咧创啥？我下晡1点，搁爱练歌呢。伫什么所在练歌？阮朋友芳芳引导啊。芳芳，你讲话啊！圆圆甲David的代志，恁应该知影啊。我唔知，是哩。
阮要去练歌。谢谢圆圆，行。哦，圆圆，圆圆，阿姨拜托你。真是嘞，阿姨，阮练歌的时间到啊，去。去，你甲我讲，David 住倒位？大姐，阿姨，阮甲婉婉只是共同做合唱团趁钱的，合唱团以外的代志，阮讲好啊，啥拢莫管。我毋是叫你管婉婉，我是要拜托你，甲 David 的地址甲我讲。确实，我若甲你讲，可能会有麻烦。为什么呢？我是比伊看较济，所以才会讲这款话。我嘛唔知影恁去找 David 是啥物意思。我拄则甲恁讲过啊，婉婉甲 David 结婚，两个搁册啊，这款代志，做老母的甲做阿姊的，袂当无关心嘛。那安尼落去，阮的合唱团恐惊爱解散，是为着婉婉。嘛会用安尼讲。恁辛辛苦苦练习，拄则唱到有淡薄仔名声，迄嘛是无办法的代志。阿姨，恁敢无体会到芳芳甲圆圆对恁的态度真冷淡？圆圆是介意芳芳，芳芳煞爱着婉婉，婉婉偏偏真紧要甲 David 结婚啊！阮的心内拢真袂平衡。婉婉是一个好查某囡仔 ，David 伊算啥物货？有几身仔钱，饲几个兄弟，欢迎霸道。也毋过，阮为着要拼事业，只好拢吞忍落。大姐，你要去找 David， 毋管讲出啥物结果 ，David 拢会怀疑是阮讲的。那安尼，阮以后都真歹唱落去啊！哪会遮尔复杂？有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迄本来就是复杂的工作环境啊，无亲像你，逐工面对的哦是一群听话的学生。后壁阁是冷冰冰的乌帮，徛伫台仔顶，学生拢听你的，啊到回头就领迄撮薪水。婉婉，大姐，我讲的是真实的啊！阮逐工面对台前无共的观众，就爱注意家己的服装、化妆，配合背后变化多端的灯光，啊阁有布景啊，不断的创作新歌，求变化。阮的乐谱比你的课本高几10倍咧。你是咧甲我电心？我是咧甲你诉苦。是安怎？你一定爱唱歌咧？除了唱歌，我阁会晓啥物？你啥物会拢会做啊？你阁会记得你细汉时阵，周阿姨伊的生理岛啊，你去陪过总管啊？啊，阁我甲恁接电的时阵，你嘛去陪过总管啊？即马阁要叫我去陪总管哦？我只不过是骗论了尔。周阿姨一人咧开自助餐，我听大箍阿姐讲，你从来拢无去甲伊斗相共过。哎呦，是阮妈无要互我去的啊！周阿姨伊是毋敢你，伊栽培你学音乐，你钢琴弹了遐尼好，谁人不爱继续练呢？收几下学生嘛袂歹啊！明明知影演艺界遮尔复杂，谁人一定爱唱歌？我过生活是为着兴趣，安怎欢喜就安怎过啊！结婚嘛是一生的欢喜。那安尼离婚又阁是啥物理由？嘛是一时的欢喜啊！你想要甲我气死哦？哎呦，大姐，你敢妈伤亲像啊？啥物代志拢无替家己想，拢咧替别人烦恼，较袂着都走来甲我教死，看到边边，搁共念几步。
人即马冰冰哦，根本都唔敢来看你。你家己爱摸良心问看卖，你的人生家己是毋是做了对？是毋是对得起请养你的妈妈？我甲冰冰伫咧你的眼内拢是歹囡仔，啊，毋过佩佩伫咧第三个卫生所做护士，伊真乖，东东伫咧法院办公，规规矩矩做伊的法官。啊，毋过你是安怎一直催大嫂生囡仔，催佩佩嫁人呢？你都袂忝哦？大姊，搁较安怎讲？咱拢是亲姊妹啊！你关心阮，我嘛关心你啊！你家己想看卖，对22岁谈恋爱到今年，你已经30岁啊呢！只有江一平迄个箭头，搁你公公啊等你。哎呀，袂记得去客厅看电视新闻啊啦！时间已经过啊，拢伫要8点啊。那安尼今仔日的音乐会，你毋就无法度去听啊？不要紧啊。哎，秀秀这个囡仔实在是哦，下课无要转来，也袂晓敲一个电话。伊可能是有代志啦。恁什么时阵约好的啊？是昨日，我之前就先买票，有甲秀秀约好啊。啊，若无你先转去好啊啦。非伫恁音乐会嘛无法度去啊。等伊若倒转来，我才叫伊敲电话互你啦，啊？免啦，不要紧，我搁听候伊者。哦，嘛好。等伊若倒转来，甲问看卖啊，是安怎使用啊？这不要紧啦，我咧想，伊一定是因为有啥物重要代志，所以赶袂转来。恁谈恋爱已经8年啊，拢讲一寡啥物话啊？伊拢讲伊学校的代志，我是讲我工厂内面的代志。另外，伊嘛讲到伊的小弟甲小妹，希望伊拢已经成家啊，安尼伊就当放心啊。阮2个毋才法度结婚啊。伊安尼讲，你就安尼听哦。依面啊，我感觉吼，你是一个查甫囡仔，加减吼就爱较主动一寡啦。你甲秀秀2个人一直安尼拖拖刷刷，嘛毋是办法啦，啊？将我带到这世界上，因为太多人爱的关怀，我生存着床。可是那时空之中，被遗忘的浮城游子。我却有了永远的希望。漫长的旅程，我跌倒又爬起，历经了挫折感伤，度过了雨暴风狂。因为在黑暗中总有一丝星光，那光芒燃烧了我被冻僵的心房。命运的安排，将我无看到 David 吼，我想可能无代志，啊无你先转去啦。明仔载透早搁爱上课。周阿姨，啊你咧？弯弯唱煞我就走。归去你就大大方方甲弯弯讲，
讲你逐工来陪伊，伊袂答应的。秀秀，我看你先走嘛，伤晚，恁阿公会袂放心。阿公，你还未困哦？秀秀啊，恁舅阿姨的电话啦。哦，多谢阿公。喂，周阿姨哦，婉婉唱煞，我就出去等，一直无看到婉婉出来。有啊，我走去后台问，人讲因走啊。阿姨，那你是要安怎？等到什么时阵？好，你想什么办法？好，你有什么消息，马上跟我联络哦。什么代志啊？婉婉还有淡薄仔麻烦啊。秀秀啊，下课了你去倒位啊？害医病哦，等你4点外钟呢。就是为着婉婉，所以才无赶回来。明仔载啊，敲一通电话，甲医病解说一下啊。好啊啦，那安尼你较早休困呢。若是要冰箱有物件。多谢阿公。拢已经8年啊，秀秀耽误我几落个孙啊，杨老先生，阮姨病了，伤老实啦。就算讲秀秀将来嫁予阮姨病，就算是有心，嘛是高龄产妇，安尼伤危险啊！我家己的代志都已经够烦了，婉婉、冰冰，搁较互我操烦。好听，叫我莫唱歌，对你走，你水面嘞。婉婉，我捧你的场，为南到北，为北到南，不管你伫倒位顶台，我拢送10几个花篮互你呢。安尼有够意思哈？是真够意思。啊，不过我嘛是真够意思啊，逐工陪你食宵夜。废话，你是阮某，当然应该陪我食宵夜。谁讲的？无啥物应该无应该。迄个看我有欢喜无？婉婉，我伫你身上开就100万呢，另外佮开几60万，互恁买乐器。今仔恁成功啊，我嘛应该有功劳啊。我伫咧名义上嫁予你啊，这嘛算是我报答你啊。也毋过你并无做到你做人家后的义务。咱进前是有讲好，先试婚，我会观察你3年，看你是毋是适合做我的翁婿，才会当决定咱是毋是真正的翁仔某。啊，毋过才10几天尔，你的龟壳就缩出来啊！你家己共款伫咧外口交女朋友，搁限制我的行动，而且你搁表示我的妈妈，侮辱我的妈妈，我当然会避免啊！哼，好，算你熬，也毋过我嘛毋是潘啊，我今仔袂放你走，互你音乐无法度登台，互你合唱团无法度表演，然后我去法院告你诈欺。好，你去告啊！倒来！我讲过，今仔日袂放你走。哼！你给我等来！等来！
仔就互你实行做人家的义务。什么？彬彬恐吓 David 哦？放手！彬彬，你想要创啥？莫动阮儿子！你有分唔对无？婉婉是阮某呢。魏见笑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日子，行。婉婉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婉婉要结婚啊！